唔係每一個小朋友都識得主動求助，但係你嘅觀察力同敏感度，以及果斷尋求專業支援，往往能夠令到沉默嘅小朋友得到適切幫助。你好，防止虐待兒童會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，請問有咩可以幫到你？你好，我係貝兒幼稚園嘅梁校長啊。今日老師發現有位 K2 學生左邊面呢有疑似手指印，小朋友話俾老師知係尋日俾爸爸打㗎，所以我想問下咧，應該點樣處理呢？聽到梁校長講嘅情況，請先確保小朋友留喺安全嘅地方，有老師嘅陪伴。我想向你了解更多相關情況，請問以前有冇發生過呢個情況？其實舊年都發生過一次㗎啦。今次面部有指印，老師仲見唔見到小朋友身體上有其他傷痕？有㗎，老師發現小朋友左手同左腳都有一條長嘅紅印，應該係用嘢打㗎。明白，初步聽落都有危機需要關注。如果可以，我哋希望安排同事即刻去學校，再由社工同小朋友傾翻當日發生過咩事。請問知唔知道呢個家庭有冇社工跟進㗎？我都唔係好確定啊。唔緊要，咁麻煩你俾小朋友嘅基本資料我，等我哋查下呢個家庭有冇社工跟進啦。如果有家庭社工，我哋就會講呢個情況俾相關機構嘅負責社工知，等佢跟進翻。但係如果呢個家庭係冇個案社工跟進嘅話，我哋就會安排2位社工去幼稚園面見小朋友，同了解翻個情況。同事評估之後，覺得有需要送小朋友入醫院做身體檢查，就會作出適當安排。同時亦都會聯絡所屬區域醫院嘅虐兒個案統籌醫生。到時希望你都可以安排1位老師陪同送院，令小朋友安心啲。好，明白，我會安排㗎啦。